頭條新聞，網傳陸軍司令李秋明春節車並請工具到習近平全家住北京多位軍方記者嘅內部人士爆料，一則驚人消息於2016年2月，而係一直凌晨在海外網絡迅速傳開。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司令員李秋明於1月21日晚間突然起兵，率領精銳部隊之赴中南海，成功控制習近平幾次家人，包括妻子彭麗媛、女兒謝明澤以及多名親屬。此行動被爆料者形容為新電視政變，標誌習近平實體權力控制徹底崩盤。目前李秋明已實質掌控北京，關鍵軍只有特區政府機構，中南海周邊已被全面封鎖，習近平本人已被帶離中南海，去向不明。爆料上證先師行動於2月21日或90左右展開。李秋明以緊急反攻演習為名，調動陸軍精銳部隊，包括北京為數佢其中部爭取部分力量，迅速包圍中南海。部隊依行禮部嘅現日只係突破環部防線，近住習近平住所。當時習近平及其家人正在中南海內低調國結，警衛力量抗隊薄弱，行動小組在短短40分鐘嚟完成抓捕。習近平試圖透過內部在線聯絡蔡奇、王福珠等親信，卻發現通訊一被提前切斷。彭麗媛在北部實情試圖聯絡麥傑，但所有通訊已被全面封鎖。證明就在住所內被發現時情緒激動，但未發生激烈衝突。據接近行動可信嘅消息人士透露，李秋明持續得到近嚟多位遠流嘅顯而爭取司令嘅馬凱支持。行動前，李秋明透過微微取到與附近土派實遠流溝通，獲得政治支持。行動後，李秋明繼續全軍發布禮部統領，結束個人崇拜時代恢復當之非常原則。此統領自己點名習近平嘅訂閱一樽模式，亦成為軍方絕力達到火線。李秋明強調，此次行動並非叛亂，而係就當救國嘅必要措施，指其中家嘅長期以來嘅家人都齊記軍隊士數話清醒。李秋明1964年生於江蘇南京，現年62歲，早年畢業於南京陸軍指揮學院，曾任陸軍第42機團軍專長、第42機團軍專長，東部爭取陸軍司令員。2019年升任陸軍司令員，佢長期被視為習近平軍改種嘅大太監領，佢推動軍隊現代化、紀對太軍，喺準備中發揮重要作用。但據報道，李秋明近年對習近平嘅極端軍防傾斜嘅對太冒險政策新簡報慢，尤其將右沙廖真利羅馬後，軍力高層普遍出現神人崩塌。李秋明逐漸成為軍力範式實力嘅核心係調人，佢與附近土派司元老保持秘密聯繫，並喺春節期間透過多條渠道達成共識，必須接受習近平嘅個人獨裁，維護軍隊忠誠於黨嘅集體領導原則。消息人士稱，李秋明騎兵嘅自己導火索係習近平於2月喺早日中南海秘密會議上提出嘅結合深化政治整順計劃，該計劃被視為針對陸軍高層，特別是李秋明本人嘅敬業保清自信號。李秋明或是後黨萬國端決定憲法指引，抗議緊嘅反恐演習和掩護。比凱中本爭取繼北京衛戍處直屬部隊，自己調動陸軍最精銳嘅快速反應力量，從北京9區多點同時出動。行動小組分為兩路，一路直撲中南海習近平住所，一路同時控制氣山等重要軍事據點。舉報過程中，習近平曾短暫抵抗，大喊李秋明，你這是叛亂。李秋明當場回應，不是叛亂，是就當救國，結束個人崇拜，恢復軍隊忠誠於黨。隨後，習近平全家被迅速控制並轉移至某保密軍事設施。行動後，北京多地出現軍察調動，陸軍部隊控制到關鍵交通樞紐及政府大樓。習近平親身蔡奇、王府卒個春夜被控制。李秋明行動後發布嘅內部統領稱，結束個人崇拜時代，恢復黨指揮長原則。案此後並非單純多傳，而是以交黨祖國為名請出習近平。報道人士稱，李秋明得到附近土派司機軍方元老嘅支持，行動前已與溫家寶、李玉環等元老溝通。附近土派其實習近平為反黨集團，李秋明車並是其最終解決方案。但已有分析認為，李秋明是最有個人野心，佢長期掌控陸軍，最軍改中和意，卻在將有沙羅馬後感到威脅。騎兵來襲時全架是槍戰前期，掌控大局嘅主動出擊，海灣華人全炸過，是時代終於結束。李秋明是英雄還是新獨裁者？許多人講出於1989年六四相比，其成分有擔憂，擔心中國再次散入長期動盪。目前傳聞習近平全家被控制，但具體下落仍成謎。李秋明尚未公開宣布接管政權，但已隨即掌控北京軍政大權。爆料稱，他將很快召開緊急會議，宣布習近平為反黨集團，並推動附近土派式上台。此報道作數時，更標誌習近平嘅時代終結，但也是中共嘅未來仍充滿不確定性。李秋明能否真正救黨，亦或成為下一個習近平？中國是否會迎來真正變革？關係基於集權循環，一切仍有待觀察。